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arrie 李若凡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港紙市場嘅睇法。早排咧，我哋見到美金對港紙不斷掂到呢個7.75嘅強方兌換保證水平啦。咁點解會發生咁嘅情況咧？主要係首先第一個喺個香港嘅一個銀行間市場，我哋見到個港紙嘅供應咧係相當之少嘅，係維持喺2008年以嚟嘅最低位啦，得446億港紙嘅啫。咁喺呢個情況底下，當個需求上升嘅時候咧，個港紙咧就好容易走強。咁嗰陣時嘅需求包括啲咩咧？第一個就係喺呢個4月份期間啦，國家隊不斷入市買呢個港股，咁南向通嘅資金淨流入就創咗2021年1月以嚟最大嘅呢一個規模嘅。咁除此之外咧，仲有月尾效應啦，同埋呢個月頭嘅長假期效應啦，加埋月頭嘅時候咧，亞洲貨幣包括新台幣、港紙咧都係大幅度向上，結果咧就導致咧之前沽港紙去套息嘅一啲投資者被逼斬倉，咁令到港紙嘅需求進一步上升嘅。咁當其時咧，美金對港紙嘅遠期、掉期點市都係向上，而金管局咧就不斷入市啦。咁入市去到而家呢個情況，我哋見到嘅就係銀行體系嘅總結餘咧，終於由呢個2008年以嚟嘅低位446億港紙上升到去1741億港紙嘅。咁喺呢個過程當中，當然因為呢個港紙嘅供應量咧特別大幅度嘅上升啦，所以咧港息咧亦都係創咗一個2022年以嚟嘅低位啦，去到呢個2厘樓下，包括1個月嘅拆息。咁由於個港息嘅下跌咧，同埋同時之間咧，我哋亦都見到聯儲局相對比較鷹派嘅立場，令到個美息嘅上升啦。港美嘅息差重新擴大咗之後咧，大家又重新再做多咗呢個買美金沽港紙嘅套息交易，所以美金對港紙其實只係短暫掂到775啦，而家已經翻去7.8樓上，就係因為呢啲套息交易重新變得相當之活躍啊！咁我哋嚟緊會唔會見到呢個港紙再次係掂775咧？近排嚟講嘅話，個機會唔算太大，尤其是如果我哋見到個港美嘅息差維持喺一個咁闊嘅水平，甚至乎唔排除美金對港紙咧進一步向上去試7.81、7.82嘅位置嘅。咁喺港息嘅情況底下又點睇咧？最近去到呢個2022年以嚟低位之後咧，我哋覺得可能都已經差唔多見底，因為港紙一日唔再掂到7.75，金管局唔再入市，其實講緊個銀行體系總結餘就會維持不變啦。咁嚟緊咧亦都有6月份嘅半年結啦，7、8月份亦都有呢個比較多嘅派息嘅情況。咁到期時港紙嘅需求一上升，港息咧都唔排除由而家嘅低位咧，稍為咁樣反彈翻，去到2厘樓上嘅可能性嘅。咁所以今日咧對港紙同港息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。下一期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美金長遠走勢嘅睇法，敬請期待。